学校供餐法草案特别立法，望是会当改善各地供餐资源甲人力不足，也佫有品质无稳定的问题。今仔日立委就邀请学生代表去发表意见，不过这学生是认为讲，就算学校是有营养中道等的委员会，因学生嘛是无法度反映甲沟通，有哪无？ 营养午餐专法立法延前超过5年，地区营养、安全甲人力的问题是真好解决。学生认为讲学校是按处理的标准无共款，要保障学生的权益是真好。要保障学生吃饭的品质跟我们的安全，因为其实现在还有很多状况是餐桶里面会出现一些小动物，学生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正规的申诉管道，得到的答复都是哦那只是意外。学校供餐法草案就要进入立法的程序，不过面对各地供餐的资源无够、品质无平均、标准无共款，甲欠缺专业的骹手等等的问题，全国超过200万高中及以下学生，嘛是上直接受到影响的使用者。立委质疑讲，学生的声音若是无法度互听到，讨论政策的时阵，长期互排除在外，是要安怎来反映实际上的问题？虽然我知道学校有营养午餐委员会，但坦白说，身为学生，我们很少有接触的机会，甚至不了解他实际的状况在做什么。如果能让学生也参与意见回馈的机会，我相信这个可以更贴近我们所希望的需求。根据统计，大多的学校每一天产生的喷平均有较1栋。民间团体呼吁，做决定的时阵，都要甲业者、甲营养师包括在内，而且学校应该甲营养的标准统一。 而且精聘营养师甲导师来提升学生囡仔食食的健康。现在营养午餐它没有一个全国的专法，导致它的规范不一样，像是在每一餐多少钱不一样。那它内容是不是需要含有标章的食品，或者是很多的加工食品？这现在全国也没有统一的规范。针对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有立委质疑讲，是安怎前到大拢无看行政院版本的草案？教育部回应讲。 去年11月份都已经把草案送到立法院，想要到1个月后，财政收支会分发通过，爱讨论未来中央甲地方政府爱安怎来分配经费，包括原底74亿，加上立法了后可能新增加的26亿。教育部嘛答应讲会赶紧甲地方政府来讨论。公司新闻台北采访报道。